13岁上午来到安平区的顽固河石安平会馆，宣布集团伫咧2019年的时阵引入来台湾的日本美食，并成立顽固河石餐饮品牌。海外前3间分店拢开设伫咧大台北地区。5月13号有真侪贵宾嘛做伙来到安平参与台湾第4间分店的开幕。帅嗰种，因为城北还有其他各种事业嘛，餐厅也是一个事业啦，所以我感觉台南这真好的所在啊，所以来创一个台南的日本餐厅。尤其咱台日本餐厅在台南人甲日本的这观念足活咱台南过去讲古都嘛，伊这你嘛对京都过来关西啦，所以应该会合。另外因咧讲的嘛，毋是干那食物件尔，迄是一个文化。日本的和食文化嘛是世界的迄个真出名的，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题目阮想来把一寡好的料理文化带来台南，让大家享受安尼。顽固河石所有的餐点拢是100%正统的日本饮食文化。安平会馆开幕嘛，邀请到日本当地料理长李元龙昌先生来到台湾，要让台湾人买当食到正统的日本当地口味。港口啦，搁再来选择台南。伊台北本来就3间啊，但是呢，一下就来到咱台南我想来头仔讲美食呢是咱台南的特色。其实呢，台南呢是日本元素上济的都市，所以呢，咱这个华宿区呢会当伫遮来这个扎根这是对这个后摆的港口啦会当大大发展的一个所在。那米其林嘛选择咱台南市，所以呢咱迄个陈总裁的睿智眼光伫遮表示肯定跟感谢。顽固河石安平会馆如果想要用餐的话，是采用全部有约制，一方面会当控制人数，让每一位消费者拢会当享受到上好的服务。欢迎民众会当透过官方的网站、电话或者是 Facebook 提前预约前来用餐。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